Hello，歡迎大家再次返到嚟 Hindora Living 喜多生活嘅 channel， 我係 Doris， 歡迎你返到嚟呢一刻。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姿勢，可以坐低，亦都可以瞓低，慢慢合上你雙眼。慢慢吸一口氣，再慢慢呼出。再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。每一次呼吸都令身體慢慢放鬆。而每一次呼氣，都將膊頭嘅重量輕輕放低。如果你最近經常都覺得非常之委屈，好容易嬲，心口仲好似壓住一嚿石頭咁樣，時不時都會覺得喘唔過氣來。呢一刻，我哋唔需要抗拒呢一啲感受，我哋細細聲同自己講：多謝你啊，我嘅身體，多謝你一直提醒我。我知道你唔係想令我痛苦，你只係用你嘅方式嚟提醒我。我需要停一停，需要照顧自己，需要重新平衡。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去心口嘅中央，感受一下呼吸。每一下呼吸都經過呢一個位置。我哋想像心口嘅中央有一團非常之柔和嘅綠色光。每一次吸氣，呢道光慢慢擴大；每一次呼氣，繃緊就會慢慢融化。呢一道光慢慢包圍住我哋，保護我哋。我哋相信宇宙係充滿愛同埋慈悲。請你想像天空之上有一道非常之溫柔而又純淨嘅光，源源不絕，完全係冇盡頭㗎。呢一道光就好似宇宙嘅愛，唔需要競爭。宇宙嘅能量唔需要去爭，佢一直都存在，一直等待我哋願意去接收。當你吸氣嘅時候，想像呢一份溫暖嘅光慢慢流入去我哋嘅心。當你呼氣嘅時候，讓所有沉重、繃緊、
委屈都慢慢鬆開。每一次呼吸都讓自己同宇宙嘅愛嘅頻率更加接近，更加和諧，更加平靜。好好享受宇宙無窮無盡嘅能量，就好似呢一啲光咁樣包圍住我哋。而家可以喺心入面慢慢跟住我講，我願意打開自己嘅心。我值得被愛，我值得被溫柔對待，我願意讓平安回到我嘅心，我嘅內心充滿光，我嘅生命充滿愛，我嘅心正慢慢恢復平衡。試下感受一下，我哋而家心口同埋喉嚨嘅位置都比頭先最初嘅時候放鬆咗好多啦。我哋唔需要一下子完全改變，每一次呼吸，每一次練習，都係一個新嘅開始。而家再次想像整個宇宙無窮無盡嘅愛，全部都包圍住你。你唔需要證明自己，你唔需要討好所有人，你本身就值得存在，你本身就值得被愛。最後，將雙手輕輕放喺心口，對自己講：多謝你，多謝你一直嘅努力，多謝你一直守護我。我願意用更加多嘅愛陪伴自己。深深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，感受身體慢慢回到當下。當你準備好，輕輕喐下你嘅手指頭，再輕輕喐下你嘅腳趾頭，慢慢張開眼睛，帶住內心嘅平靜、溫柔同埋力量，迎接我哋人生以下嘅旅程。好多謝大家再次同我哋一齊進行呢個冥想練習。如果你哋鍾意我哋嘅冥想嘅話，麻煩你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
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你，拜拜。